这个塔。去到每一度，點解總會有得嘈？難道繼續困死陰濕小氣度？我有一路，清楚就我有幅圖，行話數來任你講卡都好做。走去一個冇壓力嘅地方，盡情釋放，唔使理人哋眼光。黑色白色唔使睇人面色，現實空間擁有無窮面積。就邊度，肯定天路走佬。On a boat or a train or in an airplane, there's nothing I'd rather do. When we fly in the sky and we go so high, I got the world with you. 去到每一度，點解總會有得嘈？難道繼續困死陰濕小氣度？繼續超越自己，而家飛到邊度都似我屋企，同我之前。玩成晚我同啲兄弟唔會嗌攰，代表 CLO 知你可以叫我哋跨酷。巴黎、東京、紐約、米代夫，感覺世界好悶。細個發啲夢開始變現實，除咗佢我個世界爭咩？冇嘛。On a boat or a train or in an airplane, there's nothing I'd rather do. When we fly in the sky and we go so high, I got the world with you. 去到每一度，點解總會有得嘈？難道繼續困死陰濕小氣度？我有一路，清楚就我有幅圖，行話數來任你講卡都好做。將地包袱走佬，一步一步計算好，冇最後説話，最後收稿，冇嘢要透露，冇人找補。欢迎乘坐世界第一梯百路天梯，百路天梯将带你探入世界最核心里约自然遗产美景。天梯预计总高度为426米，以每秒5米的速度匀速运行。第4单程仅需1分28秒，因其是目前世界上最高、运行速度最快、载重量最大的双层户外观光电梯而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在电梯还处于154米的山体部分，很快我们就可以欣赏到外面的美景了，请大家注意看正前方。各位来宾，正对面那一大片盘地而起的石头林就是张家界著名景点之一神秘聚会。都说张家界顶有神仙，对面的山顶上就是神仙居住的空中平原。那里生活着世世代代在山顶上耕作生息的土家族老百姓。各位来宾，电梯马上就要到站了，感谢您乘坐百路天梯。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森林特技防火区内请勿吸烟、吸行的废物。电梯开门后只有15秒的停留时间，请大家快速出电梯。外面有观景台可以观。我有一路，清楚就我有幅圖，行話數來任你講卡都好做。去到每一度，點解總會有得嘈？難道繼續困死陰濕小氣度？我有一路，清
準備包袱走佬，一步一步計算好，冇最後説話，最後收稿，冇嘢要透露，冇人走寶。